来看高雄车头整修20年，这大店才打启用尔，就引起争议。有人讲这扛棒为了伤歹，而且阁是用玻璃拢做的。因那铁道局是讲，因为赶要赴启用典礼来使用，才会新设一个临时的扛棒。因那正式的伫咧3个月内就会完工，到时卖随安去哩。民众在高雄6区翕相，时间20年代替高雄站一百8档启用成员地下广场，加串联东西两边热管道的分类天棚，而到吸真侪人来散步体验。不过民众看到新地标看板却是绿白白。它的配色非常的差，因为底色是绿的，然后配红色，然后又配白边，然后就是很俗气，毫无设计感啊！这个跟高雄有什么？高雄火车站有什么连接性吗？也没有。有人认为，绿地红字风城字体甲环境不适合，看板是玻璃拢材质，政治案阁互风吹倒3字，互民众质疑看板品质真粗，不过也有人感觉真好看。很好看啊，很漂亮，有绿色的，像是高雄的那个景观这样子，真是很适合。工作人员就将扛棒拆掉，大启用天棚已经加速高雄新地标，却因为扛棒的美感引起讨论。铁道局解释，扛棒是配合启用典礼临时设的，因为后面作业顶礼拜才多完成。网络票选的一个名称，那在启用当天呢，做一个揭晓，然后设置的一个临时看板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会依照这个票选出来的一个永久名称来做设计，而做一个永久性的一个设置哈。在日市区沿看车站周边环境，也远看地冠设建造的旧高雄站。铁道局表示，新扛棒会在3个月内完成设置，希望能加做打卡翕相的热门景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